真的还蛮期待的，我们归仁文化中心，因为毕竟归仁文化中心算在我们归仁是一个重要的基地。那刚刚大家也看到说，这整个3D 的立体整个营造起来是非常的棒，所以整个工程大概11个月。那也希望说这个工程真的可以如期的完成。那我相信我们归仁在地的民众也非常的期待来迎接一个完整很舒适，然后空间利用更多可以来使用，让我们这些里民来使用。我觉得在新丰地区归仁文化中心是一个文化指标。当然，整个文化中心这个20几年下来，就是很多的一种设备啊，可能是不符合一些需求包括整个后台，包括整个声音，包括整个空间。那都透过这一次的整建之后，让整个归仁文化中心，它不仅是肩负着台南市新东区的一个艺文发展，那甚至它也可以带动了整个新丰地区，一直延伸到荣启、关庙这个地区哦。那文化中心这边的定位，其实它也还有功能叫教育功能，就是说让我们台南市很多很优秀的一些艺文，像社团啊、乐团啊、舞团啊，它可以来这边来做展演。那希望进一步可以让文化中心生根在我们归仁地区的生活当中。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归仁文化中心有22年的历史，承载着许多大新丰地区市民朋友的回忆，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游憩场所。不过，因为建筑老旧，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争取中央补助，将进行整栋建筑的整建工程，工期约11个月，将在2021年完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我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叶泽山。归仁文化中心已经有22年的历史，那22年来其实承载了在地很多的表演展览，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但是整个空间已经渐渐的老旧，设备不足，所以这一次在黄市长的大力支持之下，总共挹注了1亿4千万的经费进行整个整建。那整建的内容包括整个外表的一个拉皮，那以及大厅的一个扩建，让它的纵深更深，更方便未来的一个活动。同时也让里面有更多的休憩的空间，演艺厅里面的设备，不管是音响、座椅、吊杆等等，也都会做一并的更新。加上我们的后舞台也会将它扩大，让更多的表演艺术团体可以进到我们归仁文化中心来做演出。相信未来整个归仁文化中心绝对是成为一个专业级的终极剧场的一个设备。1年后，我相信大家会看到归仁文化中心新的一个风貌。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会定期会上午由公务局进行业务报告甲质询。台南市伫个日前，因为发生兴道树倒去第4人的意外，成为多位议员质询的焦点，包括平常时兴道树是毋是有修整，或者是做调查，甚至质疑公务局的能力敢是无够。因为方面的影响，台南市落了连续几若天的雨。日前因为一丛兴道树倒去缀着民众，造成意外，因此负责专区公园甲兴道树木的公务局，上午嘛成为议员质询的焦点，包括平时是毋是有调查或者是修正，甚至质疑公务局的能力是毋是有充足。有没有在巡视这些路数的一些实际的状况？大都有巡视，都有巡视。哦，是有的。OK， 而且都有做记录的。是好，我想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树呢，它是属于教育局的路数嘛，所以可能公务局这边也拥有很多的树木，所以呢，我想未来是不是能够订立一个规范？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蛮常会看的一个经验，就是每一次公务局派出来的代表，因为在每个区域不同的承办，但是邀集的一个相关的专业人员是不同的时候，他们对于专业的一个素养可能不太一致的时候，对一个同样的可能我们也不太了解的树木的状况是不同的看法，那修的状况就有所不同。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标准的一个修树状况之下，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是不是可以订立一个规范，让我们可以从
怎么样的一个规范当中了解到如何去修树，修这样的树是安全无虞的一个状况。我想这个应该是公务局可以去努力的地方，局长。目前我们有定哦，那现在大概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定，而且都有在做这个教育的训练哦。公务单位我大概编制人员大概差不多有350个，是，但是我们大概只有200到200位。对啊，所以我们用这200位要去照顾整个大台南的，包括路树、路灯哦，还有一些很紧急的路的状况哈，其实是看起来是不大足够哈，所以我想在人力的编制上，局长这边其实也要再跟我们的市长争取哈，其实应该在编制上，我觉得我们台南市其实已经是直辖市了哈。应该要有养工处跟新工处这样子的一个编制吼，这样子我想对于整个大台南的照顾吼，我们也不希望说再有这样不幸的事件发生吼，所以局长这个部分应该要再来争取一下了吼。人力的部分，我们希望说有足够的人力一起来照顾我们的大台南啊。对此，工务局公园管理科表示，以最近原永华6个区域，伫个行道树的部分，总共大约有38000丛，其中属于浅根有1万多丛。大部分拢是菩提、小叶懒人甲乌帮树顶，形容时除了会注意修剪，同时嘛会加强树木的稳定。至于未来伫个行道树的保种甲新种，嘛将会排除这种浅根性甲容易落树果的树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前有一位40岁妇女伫中华西路甲民生路口车祸往生，留下2个后生。因为经济困难，议员林美燕接到未少善心人士想要斗3工，不过伊的前夫却无想要受人关注，所以议员透过社会局设立关怀专线，希望有心想要帮忙的民众会当透过专线由公部门介入辅助。18号透早发生伫个中华西路甲民生路口的肇事逃走事件，虽然肇事者过长工有来投案。不过，被撞的黄姓妇女却不幸来过身，留下了2名就读国中的后生，而且家境嘛无好。家属透过议员林美燕的斗3工，虽然有未少的善心人士想要关注，不过死者的亲翁甲死者家属意见未合。对此，议员嘛透过社会局来设立关怀专线，由社会局主动介入来斗3工。5月18号凌晨1点半的时候，在我们中华西跟民生路那边有一个 A1 的车祸了。我想，造成就是歧视你歧视的晚生啦。那这段时间事实上，透过媒体就是报道出来，有很多爱心人士能够希望说能够关心啦，因为这个你歧视跟先生离婚以后留下了2个小孩啦。那当然，这段时间来自各地的爱心，我想社会真的是温暖的。那因为爸爸有爸爸的看法，阿嬷有阿嬷的看法，但是这些爱心就是不晓得怎么就是表现出来。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就是请社会局啦，社会局提供一个专户，希望透过这专户能够让爱心人士去做一个咨询。如果真的需要关心的时候，也有社会局协助，我想这样子的爱心才能到位了。透过大家的爱心，可以整体性来考量。那民众，我们现在提供这个专线，就是民众如果有针对这个家户的关心，或者他想要有一些支持性的捐款或是捐物的部分，可以打到这个专线来。那我们同事会在就是一一的联系。那因为家属现在目前是忙着在处理后事，所以也还没有心情跟我们讨论，如果有捐款或捐物要怎么处理。那后续就是我们也会再跟家属这边再来取得共识。那原则上就是以小朋友的这个生活照顾，还有他的这个教育费用这个为主。那希望2个小朋友一直到他成人之前可以获得最好的照顾。社会局副局长严亮英强调，虽然公部门是袂用主动来发起劝募，但如果民众有心要斗3工，社会局嘛会介入来辅助。原则上会针对小朋友的生活甲就学来斗3工，一直到囡仔成年。目前2位小朋友也是甲伊的生父做伙来生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中华艺术科技大学申请入学第一阶段，正出生的报道率搁再创下新高。环境甲安全卫生工程系以及护理系更加是高达100%。加上现在中央通过国家公共卫生署的法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有6个科系会当报考，所以也成为未来就业的新选择。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以着艺术专业的科系备受各界关注。学校除了提供专业的师资以外，优质的学习环境也是侪学生所喜爱的。今年高中生申请入学有175个名额，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生665人报名，比去年增加了55人。统计第一阶段报道完成率、环境安全卫生工程甲护理系报道率拢是100%。加上现在中央政府通过国家公共卫生署的法案，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有6个科系会使选修相关的课程，增加了学生未来毕业的选择。中华医大已经在医护这个领域51年，我们107学年度，我们的报到率，高中申请入学的报到率96点多%，全国第3名。那今年的高中申请入学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93%哈，2数号才截止，那期望再创历史新高。那新鸿这一次立法院公卫师法刚通过哈，那我们是医护专业的中华医大，那我们有护理、医技、食营黄安环境安全、职业安全等等这些科系都可以来修公卫的学分哈，我们会开一个公卫师的特别学分班，那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来修这个学分修满18学分就可以再加考一个公卫师。我们学校是全面双主修。只要学业成绩65分就可以双主修所以我们所有中华医大毕业生都可以有2把刷子，现在加上公卫师法，我们可以3把刷子，更厉害了听到国家公共卫生署的法案通过的好消息，在学生拢感觉非常的欢喜，除了会使考到新的证照，嘛向前未来的出路加了一条。我觉得很棒，多一张执照，然后在未来出路上就会有多一个保障，我觉得还不错。我们读医技系本来就已经具备这个专业相关能力，所以多了这个法可以保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工作就业选择，我觉得非常好。会想要去考公卫师，让我就是有更多的那个专业技能。中华艺术科技大学高中申请第2阶段，报名的时间到5月25号下午5点。校方也提醒毕业生要把握机会，先准备好未来就业的出路。国家公共卫生司，采访报道。台湾的武汉肺炎疫情暂时得到控制，经济产业正在持续恢复。台南市客运车客运商业工会为了让客运车司机在接下来经济反弹会当有充分的准备。特别规划一系列的课程，来加强稳将朋友的各项专业能力。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上大的产业之一，就是计程车司机。为了帮助因渡过这个难关，中央也推出了侪措施，同时配合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安排进修的讲座。除了语言甲观光的课程以外，22号也邀请上主持三国网有线电视的协理陈建春，介绍数位行销相关的课程。主办单位就是希望透过安尼的课程，帮助司机会使伫经济反弹的时阵增加因的收入。很荣幸这一次我们可以，有台南市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给我们成功卫星联合派遣车队一个机会来做协办，为台南市的计程车司机做所谓的课程培训，也帮所有台南市的司机做第2专场的这个培训努力。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培训计划，增进台南市的大台南司机他们的所谓的专业的外语能力，或者是相关的观光导览这一方面的专业技能，为自己说在景气复苏时可以增进自己另外一份
多额的收入这样。对着工会安排安尼的课程，来参与的司机拢非常认真学习，也认为拢非常有帮助。即个时间啊，政府办即种甲阮汽车司机吼，倒骹手，互阮会当加算讲收入，我感觉是即个政策是袂歹啦。阮遮司机，我即目前发觉讲，逐个咧学习的过程吼，逐个嘛是感觉讲有加一寡讲新的知识入来，佮帮助阮吼了解讲客停车业的提升即个素质，感觉非常的好。尤其今仔日讲书讲了嘛，真清楚啊。阮较早对即种电视吼，即种啥物拢较无了解的所在，会当甲讲个内容讲啊足清楚，所以对阮种知识的增加嘛，发觉讲袂歹。市府现在也有配合餐饮业者推出计程车送便当的服务，就是希望帮助更较侪计程车业者，互因度过这疫情难关。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总统蔡英文日前送予防疫影响的台南好面，现主是伫大卖场，民众买当买着。这种被总统称为影响面的台南好面，上架开卖第1天，市场嘛特别前往大卖场向民众做推荐。被总统蔡英文称为影响面的台南好面，内容包含10种台南各区的名产所制成的面条，不但特别，而且阁健康美味。上市开卖第1天，市长黄伟哲就特别来到安平区的连锁大卖场，现场制作台南影响面的料理，向大家推荐。把我们的肉燥放上去，就完成了我们的连锁肉燥意面。哦，今晚先混小鬼。这个在家里自己吃。总统在519的时候，特别慰劳我们的防疫英雄，并且把台南好面取名叫做英雄面。从此掀起网络的跟购物网站的一个热潮。目前为止，台南农产运销中心台南农产运销公司他们所组合的这一款台南好面已经非常热销，造成这个网络上的大抢购。但其实热销是一回事，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大家借着这个好面，可以多喜欢台南，多喜欢来台南，多买台南的好物。所以这个面呢，是希望说当初的发想是希望说能够把这各个农会的面都集中在一起，叫做面面俱到。后来再加上因为防疫期间叫做防疫面面俱到，后来这个总统加持就叫做英雄面。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些面其实都是非常搭的，不管是搭罐头、搭其他的这个菜或者是其他的料理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希望各位消费者能够来品尝各式各样的台南好面，也希望说台南好面上市一举成功。真侪民众因为伫网络顶看到黄伟哲咧推荐这台南好面，所以特别来到现场来选买。网络有看到。网络有看到。对。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面有吃过吗？还没。所以想要买回去试看看就对了。对，因为市长推荐的。台南好面面面俱到，除了有上常见的咸水意面以及关庙面以外，另外还有鲜化芝麻面、大来落来面、左顶酸面、宁德芦荟面、新市火龙果面、关田菱角面、白河莲雾面以及农家竹炭面等10种台南各区的特色面，让消费者一届就会当伫全台的连锁大卖场买到。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107年的统计，国人10大死因的第1名是恶性肿瘤，第2名是心脏疾病，
毋过伫个治疗肿瘤的时阵，因为副作用也会造成心脏的毒性。基美病院为1803年开始，结合国科成立心脏肿瘤团队，专门来做研究，而且佮登上国际医疗期刊。基美医学中心对民国1803年由心脏内科结合血液肿瘤、联防外科、癌症中心、甲营养科、福建部等，成立心脏肿瘤团队，针对黏癌甲淋巴癌手术接受俗称小红莓化疗病人，利用高效能的心脏超音波甲特殊设计资讯系统来监控，就会用早期知影心脏功能的异常，并且提供适时的治疗。5年来收集了300位的本土资料，研究的成果不但登上国际医疗的期刊，而且嘛协助心脏学会撰写心衰竭指引的头一篇肿瘤心脏的篇幅。实际上，我们主要希望的是说，病人可以在一开始接受治疗的时候，就有很完整的心脏风险相关的管控，还有监测。那事实上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有很好的肿瘤科医师、乳房外科医师跟我们配合，让病人事实上只要一旦开始出现心脏相关的一些并发症或者风险，很早期可以接受治疗，所谓的超前部署。我们是希望说，不要让病人真的发生严重的心血管并发症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去做治疗的时候，事实上药物效果会非常的差，让病人可以非常的安心，让他的心脏功能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同时可以完整的接受治疗，让乳癌得到控制，同时让病人长期的时候不需要面对心血管并发症造成的一些风险跟负担。上午的成果发表包括基美医学中心院长邱仲庆、心脏血管内科的主任陈志成，嘛拢亲自列席。另外，还有台湾女龄连线的常务理事黄淑英嘛特别到场，感谢基美医学中心对妇女癌症加心脏毒性的研究，并且呼吁政府希望会用早日建立心脏肿瘤的共同照护制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医学上有一种多囊性的药疾病，叫做泡泡肾。9成的病人拢是遗传，而且多数的患者伫50岁左右，就因为尿毒需要洗药剂。基美医学中心表示，现主时健保署已经针对这款的病人有条件开放新药的给付，渴望会当延长药剂功能退化。在台湾洗肾的病人当中，大约有2.4%因为多囊性的药疾病造成尿毒，必须要来洗肾。虽然比例无悬，不过这种的疾病属于主体显性的遗传，必须要靠超音波或者是基因来诊断。过去并无有效的药物会用治疗泡泡肾，一直到2014年，一种抗利尿的激素拮抗剂的上市，证实会用减缓水泡的形成，和药剂的功能退化速度延缓3成。过去的话，针对这个疾病没有什么有效方法，那一直到2015年左右，这个药物才确认说可以有效的控制水泡生长的速度。所以如果常规的使用这个药物，目前证据是显示它肾脏功能退化的速度可以降1/3左右。对，所以目前这个药物是全世界唯一证实已经上市有效的药物。即使知道它对肾功能正常有效，在日本啊、美国他们的给付条件也都是在于肾功能快速恶化的族群上面才建议使用此药。医师强调，这种的药物会让病人出现高热，因此要加补充水分。另外，有大约1成的病人会出现肝功能的异常，必须要小心来监控。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2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